呢一刻，地球上每秒都有人咬一啖炸雞，每秒有17個巨無霸賣出，每分鐘有3000塊薄餅由達美樂焗爐挖出嚟。佢哋就係統治人類胃口70年嘅快餐三巨頭：肯德基、麥當勞、達美樂。你有冇諗過佢哋點樣令到北京同紐約嘅炸雞味道一模一樣？今日我哋深入後廚揭開呢場冷酷無情嘅豪黎奇蹟。我哋嘅故事先由肯德基講起。2023年，肯德基微國營收51.6億美元，全美3800間鋪，中國狂開超過11000間分店。日本嗰邊聖誕節就等於肯德基12月初幾百萬人癲咁預訂炸雞桶。你以為背後有咩傳奇？冇喎。1930年，肯塔基州科爾賓鎮一個油站隔廉嘅小食堂，老闆哈倫桑德斯就係嗰個白鬚阿伯。佢用咗9年時間研究點樣炸雞先至最好食。1939年發明壓力炸雞，13年後第一間加盟訂掛牌一隻雞，改變世界嘅故事開始咗。肯德基唔公開供應商，但據路透社、福布斯、華爾街日報調查，美國3大巨頭泰森食品、皮爾格林之交、普渡農場呢3間控制全美過半禽肉。雞由農場到你個嘴，令你重新理解工業化。生雞上咗傳送帶，地獄時刻開始電擊，或者二氧化碳麻醉，快過閃電。應激反應會令肉質變離。自動刀刃切斷頸動脈，放血只係幾秒。雞身送入60至65度熱水軟化羽毛。高速旋轉嘅橡膠滾輪，好似巨大嘅擦皂巾咁，將羽毛扒光晒。最神奇係人工智能體檢，光學感應器掃描每隻雞，電腦識別感染傷口，連一條殘留羽毛都走唔甩。唔合格嘅直接淘汰。自動化機械臂喺腹部精確開口，好似做外科手術咁，拎走內臟、肝臟、心、雞枕，分類保存，其餘嘅進入回收鏈，高壓水柱清洗。食品級消毒劑，感應器量度尺寸同重量。工業刀刃精準切割成雞髀、雞翼、雞胸，全程幾乎唔使人手。一隻生雞幾分鐘就變成真空封裝肉塊。真正封神嘅係後廚秘密，11種香料配方神秘到唔申請專利，因為申請就要公開。佢哋將佢拆成兩半，交俾2間唔同公司生產，再運去第3間公司做最終混合。全世界冇一間公司知道完整配方，媲美可口可樂同軍工機密。但2016年，桑德斯嘅侄仔發現一份原始手寫食譜，佢試做相似度高達 95%。科學家推測11種香料可能包含羅勒芹菜鹽、辣椒粉、洋粉、黑胡椒。味精上粉步驟睇落簡單，實際上極之嚴苛。雞肉先浸鹽水或者落雨保濕同泥透，然後沾上撈咗11種香料嘅麵粉。工人必須將雞肉喺麵粉度翻面，按壓至少7次，等麵粉咬實晒表面，落鑊唔會甩皮。最後壓力油炸，唔係普通油炸，係密閉式高壓炸罐，油溫185度攝氏高壓7至10分鐘。高壓之下，油唔容易滋入，雞肉極度多汁，外皮咔嚓咁酥脆。競爭對手用開放式深炸，皮更脆，但肉質唔及。呢個就係肯德基嘅邏輯，由生體到熟食，每秒都俾算法感應器、工業機器精確控制。如果話肯德基靠香料玄學，咁麥當勞就係將漢堡整成航天工程。全球每年賣出 5.5 億個巨無霸，每秒 17.4 個巨無霸指數，俾經濟學人用嚟做貨幣後敗力指標。一個漢堡影響全球經濟。更離譜嘅係製造工藝，由一隻牛開始。麥當勞承諾100%純牛肉，冇防腐劑，冇人工添加劑。供應商係歐喜集團、基石食品、嘉吉公司。工業級猛肉機攪成肉糜，最變態一步，每一塊牛肉餅精確到 45.4 克，誤差唔到 0.1 克。高壓壓製成型，重量同厚度感應器雙重檢測唔達標，即刻淘汰。精準度堪比半導體。製造液氮，急速冷凍，
零下8°C瞬間鎖鮮，唔使防腐劑。自此，整漢堡變成整精密零件具。無霸嘅靈魂係3層專利麵包，中間嗰層麵包防止兩塊肉餅壓到扁晒，令醬料分層，味道立體。麵包供應商有阿里斯塔食品、清晨麵包房、東部巴爾麵包房，生產線好似科幻片場景。工業攪拌機搓麵團，自動分割機切劑子，芝麻灑粉機精確灑芝麻，每個麵包上面嘅芝麻數量幾乎一樣。傳送帶送入220度焗爐，焗到金黃，冷卻30分鐘，質檢合格，發往全球。一個麵包牽涉到麵包科學、工程學、材料力學，只係為咗你咬落唔會黏嘴，唔會跌渣，唔會軟腍真腍。真正令人念念不忘嘅係巨無霸醬，50年配方嚴格保密，卡夫亨氏專門生產，含有蛋黃醬、芥末醋、洋蔥粉、大蒜粉、辣椒粉、植物油同極幼細嘅酸瓜碎，高功率乳化機打成絲滑質地，自動化系統監測黏度、顏色、味道，確保好全球一致。你有冇試過用薯條點醬食？呢個係隱藏食法，材料準備好，組裝上演速度之極限。急凍牛肉餅拎出，放上工業平烤盤，雙面接觸壓烤系統，上下同時加熱，218度，42秒，完美煎熟，唔會流失水分。麵包烤17秒就變得蓬鬆有韌性。員工開始組裝底層麵包，中製噴出精確份量嘅巨無霸醬，彈洋蔥碎，鋪上翠綠色生菜，放芝士片，搭上熱辣辣嘅肉餅，再放中層麵包，重複噴醬，洋蔥、生菜、酸瓜，放第二塊肉餅，蓋上頂層麵包組裝，必須喺30秒內完成。由落單到3層巨無霸送到櫃台，唔超過90秒。麥當勞賣嘅唔係漢堡，係速度一間比漢堡耽誤咗嘅全球物流公司。最後一站達美樂，達美樂嘅故事比前兩間都要草根。1960年，湯姆莫納漢用$900喺密歇根開咗間細薄餅鋪，冇獨門秘方，只做送餐。而家全球超過22000間鋪，90幾個國家招牌係意式辣肉腸薄餅。先由餅底講起，麵團嚟自北美兩大麵粉巨頭雅頓磨坊同通用磨坊，加水酵母鹽、橄欖油、工業攪拌機搓爛，控溫控濕發酵，自動分割機切成等量劑子液壓機壓製成型，急速冷凍鎖鮮，發往門店。番茄醬，番茄全部嚟自加州，氣候土壤完美，鮮採番茄6個鐘內運到加工廠。高壓水柱清洗，熱水軟化外皮，自動啱皮機搣皮，工業粉碎機打成順滑濃醬加鹽胡椒、大蒜、洋蔥、橄欖油、牛至羅勒少少糖控溫慢甩，酸甜平衡真空封裝。賦予靈魂嘅係意式辣肉腸，合作方係史密夫菲爾德同何美爾。豬肉牛肉分別處理，攪成肉泥，混合攪拌，加入硝酸、落辣椒粉、大蒜、黑胡椒。工業攪拌機高速旋轉混合，高壓泵入天然腸衣，形成香腸，掛架入低溫熟成室，控濕熟成24到48個鐘，產生辣香鹹香煙燻感。自動切片機切成薄片，圖像感應器質檢，每片唔達標就剔除，按標準份量打包，確保好每塊薄餅辣肉腸數量一致。芝士嚟自全槽追大馬蘇里拉，生產商利普洛父子，100%純馬蘇里拉芝士。牛奶巴氏殺菌加乳酸菌發酵凝乳，切格加熱拉伸，形成拉絲彈性門店，速度熟手。員工2分鐘內由搓麵到入焗爐，拎出麵團灑粉，徒手旋轉拉伸成圓形，邊緣稍為厚身。特殊壓麵機壓到理想厚度，舀起番茄醬，手腕一抖，螺旋均勻鋪滿，絕不溢出。撒芝士同樣魔法，每把都咁均勻。放辣肉腸最驚人，唔數唔量，精準到細薄餅6片中12片，大24片，片片唔重搭，唔留空氣。肌肉記憶經過幾千次訓練形成。組裝完畢，薄餅送入260度傳送帶焗爐，熱風循環，芝士融化，辣肉腸邊緣擠起杯，
撞外脆，內軟，烘烤6至7分鐘出爐。圓刀2下切成6至8塊，完美線形，滑入紅藍白紙盒，反手封好。由搓麵到打包10分鐘達美樂咁承諾30分鐘必達。因為整薄餅已經工業化到得人驚，你發現咗3間賣嘅嘢食唔同，底層邏輯都一樣，將烹爆變工業，美食變精密製造，一餐飯變以秒為單位嘅速度戰爭。肯德基靠香料玄學同壓力炸雞物理，麥當勞靠0.1克牛肉餅同50年不變醬料，達美樂靠10分鐘出爐30分鐘必達嘅極限速度。佢哋用機器換走廚師雙手，感應器換走對眼，化學配方換走味覺，大數據換走經驗。光明面，無論東京定伊斯坦布爾，炸雞漢堡薄餅味道一模一樣，確定性俾漂泊嘅人安全感。食飽嘅成本壓到歷史低位一桶，炸雞只需要你半個鐘人工硬幣嘅另一面，冇咗媽媽菜嘅不可複製。味覺被訓練到單一，食住精確到45.4克肉餅長大嘅細路，好難理解阿婆受咗肉餅嘅魅力。更隱蔽嘅代價，個系統消耗緊地球，每年消耗幾十億隻雞、幾百萬頭牛、幾千萬扒。小麥同番茄供應鏈橫跨地球，碳足跡驚人，食巨無霸。嗰陣我哋睇唔見，快餐工業係塊雙面鏡，人類效率嘅奇蹟，亦係味覺單一化嘅元號，令食物變得平、方便、穩定，亦都冇咗得時間同心機先至賦予到嘅嘢。下次食炸雞，試下諗，由雞上傳送帶到塑膠托盤，經過幾多感應器、工業機器、算法環節，你食落肚嘅唔止係雞肉，而係一整套工業文明邏輯。成世人只可以食一間快餐，你會揀肯德基、麥當勞定係達美樂？你係炸雞黨、漢堡黨定係薄餅黨？呢度係我哋嘅頻道。鍾意今期影片，歡迎讚好訂閱，同我哋一齊走進世界各地嘅後廚，揭秘藏喺每一啖美味背後嘅工業奇觀。